點解食得越多反而餓得越快？其實咧，呢個係你個胃被過度擴張所發出嘅抗議。如果你都係經常咁啊，咁呢條視頻咧，你一定要睇晒。正常空腹嘅時候咧，個胃嘅容量咧大概就50到100毫升，好似個拳頭仔咁啊。食到7、8分飽嘅時候咧，容量能夠去到1200到1500毫升，啱啱夠容納身體所需要嘅食物。如果一旦食滯咗，個胃可能咧就被撐到2000到3000毫升，相當於個細拳頭變成一個籃球。胃壁嘅彈性纖維咧就被牽拉到極限，咁一做咁難受先怪。點解食滯咗咧反而餓得更快？其實胃咧就係似有彈性嘅袋仔，平時7、8分飽嘅時候咧，佢會慢慢嘅移動磨碎食物，滾合消化液再送到小腸。但係食滯咗之後咧，胃咧為咗盡快清空呢啲負擔，佢會加速蠕動，食物咧仲未等到充分消化就被快速推到小腸嗰度啦。胃一空咗，自然就好快覺得餓啦。更弊嘅係咧，個胃咧被撐大咗之後咧，感知個飽嘅神經咧就會變得遲鈍，提前出現咗餓嘅錯覺，形成咗越滯越餓，越餓越想食嘅惡性循環。長期食滯咧對胃嘅傷害咧係好大嘅。如果長期食滯，個胃咧被擴張過度，胃黏膜咧被擠壓到變薄，加上胃酸刺激，好容易出現咗破損、發炎。時間長咗，慢性胃炎、胃潰瘍就行埋嚟啦，出現胃痛、反酸、燒心等等症狀。胃嘅彈性咧就會似鬆垮嘅橡皮筋，慢慢失去收縮嘅能力。呢個時候咧就唔使驚，可以響醫生嘅指導下咧用啲藥嚟緩解，比如話用啲胃黏膜保護劑，能夠響個胃入邊胃嘅內膜表面形成一層保護膜，減少胃酸對破損胃黏膜嘅刺激。如果反酸燒心比較明顯，可以搭配益酸嘅藥物，能夠減少胃酸分泌，俾個胃嘅黏膜咧有時間去修復。但係要記住，食物只係緩解，關鍵咧仲係要改咗食滯嘅習慣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問題仲會反反复复。